续来到南台的仁爱乡，这个春阳村的史女婴文化健康站来举办着赛德克传统的报警祭拜的仪式，邀请到当地老师甲学生做伙来参加，希望会当唤起着部落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这边对，两只手。时代带春阳国小的学生做伙来学背小米。Waya tak kuli sa darudan tani. Sauni sayang tak hau. Ni dari penyau tiga. 邀请赛德克文书工作者新民人，带大家做伙来进行祝祷的仪式。长者他们的经验以及他们的分享，就是分享给我们小朋友。我们也是希望是说，部落能够大家都来做。这个是我们学校校本课程的一部分。这样的一个学习呢，才是真正的生活可以带着走的一个知识。 春阳村文化健康站特别举办赛德克族传统报警祭祭仪，邀请春阳国小的师生做伙来参加，而且全程拢是用母语来进行，希望会当继续传承文化。 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